提到啦，有啲不法分子佢會進行一啲嘅深度偽造啦嚇，佢哋可以換面、變聲，亦都可以咧就係發放一啲詐騙啊或者係釣魚信息。哇，聽落都防不勝防下喎。咁所以呢啲咁嘅資訊或者呢啲內容咧，對普羅市民有啲咩影響？同埋點解 AI 生成呢啲內容咁容易係得到啲人嘅信任呢？ AI 當然可以幫我哋展現創意啦，但係其實一啲不法分子咧，真係可以用一啲相片啊，或者一啲聲音咧，去模仿其他人嘅身份，從而作出一啲詐騙嘅行為。堅兒，我今日帶咗條錄音過嚟，想考下你。好啊，聽一聽先。阿 Ken 啊，我知你有做開電台節目主持，對聲音都好熟悉。咁我而家就想問下你，分唔分到呢段錄音係由 AI 生成定係我真人錄音呢？哇！就咁聽啦，吳博士，好難分喎，因為我今日第一次見你真人，但係我做好資料搜集嘅，我都上網聽過你把聲，同頭先嗰把聲啦，同埋真人我就冚埋一齊，好似喎。但係你問得我嘅，應該都假假地㗎，係咪咧？你啱嘅，其實咧呢段聲音咧係生成嘅。咁除咗聲音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生成一啲影像嘅喎。咁我今日帶咗另一條片過嚟咧，就係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提供嘅。我哋又睇下。好啊。大家可以見到咧，我哋可以將一個相片套喺一個真人上面喎。而個真人咧，佢喐動嘅時候咧，亦都好似相片上嘅人。咁其實咧就好容易取信咧喺啲市民身上啊，從而作出一啲詐騙嘅行為。咁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一啲 AI 技術、一啲深偽技術俾一啲不法分子利用嘅時候咧，其實影響都好大㗎。其實2年前度啦，已經有啲案件咧係涉及一啲詐騙㗎啦。咁有一啲跨國公司嘅視像會議啦，有一啲高層咧其實用深偽技術做出嚟嘅喎。涉及金額咧都高達2億元㗎，咁所以你諗下係有好多深遠嘅影響嘅。聽落咧都真係幾令人關注㗎，係。咁所以我哋面對呢啲 AI 製造出嚟或者生成嘅內容咧，大家都可能會問：哇，究竟我哋點樣分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嘅咧？其實要分真同假咧，越嚟越難嘅。其實幾年前咧，大概有60%嘅機會咧，你會分到係真定假。但係因為技術繼續發展啦，而家做到一啲咧高質素嘅影像嘅時候咧，可能得返1/4機會嘅咋。咁甚至乎有啲人話我用 AI 去分析返 AI 會唔會又得咧？其實咧係得，不過咧都係得一半機會。咁所以你可以諗咧，就係冇一個完美嘅方法去分辨到深偽技術出嚟嘅影像或者聲音喎。咁其實咧，市民咧亦都可以好好裝備自己嘅喎。我今日帶咗咧2個小提示過嚟。第一個咧就係停一停。咁咧，如果你收到一啲要求咧，譬如叫你過錢啊，譬如叫你交出密碼嘅時候咧，你要停一停。第二樣咧就係諗一諗啦。舉個例子咧，你可能咧會問多少少對方同你一齊認知嘅事情，睇下佢係真定係假啦。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屋企有一個暗號嘅，咁可以知道係真定假嘅喎。亦都有可以咧收線，跟住再打返俾對方，甚至乎上一啲咧官方嘅網站去查下，睇下係真定假，係啦。咁要用嘅方法咧有好多種嘅，咁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要小心，同埋咧喺個過程中咧，亦都可以留意到咧深偽技術嘅影像咧，有時會有少少缺陷嘅喎。舉個例子咧，你喐下頭啊、喐下手嘅時候咧，係可能有一啲唔尋常嘅抖動嘅，咁嗰啲咧就係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市民如果懷疑受騙咧，可以致電香港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防騙易18222熱線，或者直接報警。要細微觀察同埋諗定一個家庭嘅暗號，呢一個好重要啊！嗱，除咗咧去睇一啲 AI 生成嘅內容之外，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好中意同 AI 傾偈嘅。譬如有啲人咧，佢就會將自己嘅個人資料俾一啲嘅 chatbox 啊，即係一啲 AI 聊天機械人。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朋友用 AI agent 啊，即係 AI 代理去處理啲日常事務，連個密碼都俾埋佢哋。我就喺度諗其實呢個 AI 咧，我哋係使用緊嘅時候，我哋點樣去保管好自己嘅個人資料咧？同埋有冇一啲嘅個人資料係一定唔可以俾 AI 嘅？係，你呢個問題咧非常之好啊！其實一啲好個人嘅敏感資料咧係唔可以俾 AI 嘅。
好多一啲生成式嘅工具啦，或者頭先講嘅代理式人工智能咧，其實咧可能會涉及一啲安全嘅隱患嘅，包括咧係一啲權限過高啦，或者資料外泄嘅。咁所以咧有啲好敏感嘅資料咧係唔應該俾㗎。權限咧亦都要檢查清楚會唔會太過高啦。舉個例子啦，喺外國咧有啲安全嘅研究咧，曾經發現啦，有一個聊天機械人。佢可能咧已經有5000萬用戶喎，但係佢後台做得唔好，導致一啲資料外泄，咁有3億條信息流咗出嚟，入邊咧包括一啲個人資料啦、健康資訊啦，甚至乎一啲財務嘅資料喎，咁都係非常之唔理想㗎。另一個案例咧就係外國咧有啲企業。有啲同事咧就將一啲代碼擺咗上大模型上面，甚至乎咧將一啲機密嘅會議記錄擺咗上去，令到有啲商業機密咧外泄添啊！其實咧市民可以用一個咧紅綠燈嘅模式去諗下咧乜嘢資料可以交出去，乜嘢資料咧唔可以。市民可以用紅綠燈嘅思維，紅燈咧絕不交出。例如咧你嘅身份證號碼啦、護照號碼啦、銀行帳戶、信用卡號碼、登入密碼、OTP 驗證碼、醫療記錄、健康數據。黃燈嘅話咧就要想清楚喎。咁好似個人嘅姓名啊、聲音啊、影片、公司名稱，因為呢啲資料咧傳輸咗去 AI 平台嘅時候咧，可能會讓 AI 生成個人嘅頭像或者信息喎。呢啲影像咧亦都可能會攞嚟訓練 AI 模型㗎。綠燈咧就係可以用嘅，完全冇個人信息或者敏感嘅信息，無法辨認身份嘅資料。最後俾少少實用建議大家，喺用呢平台嘅時候咧，大家要問下自己，我信唔信呢個平台？我啲資料擺咗上平台嘅時候咧，如果外泄又會點呢？同埋有冇其他渠道可以代替呢個方法呢？呢個紅綠燈都幾好使好用喎，大家都要緊記先嚇。其實除咗話個人層面之外啦，公司層面都經常用到呢個生成式 AI 嘅。譬如有一啲嘅公司或者工作間，佢未有一啲好清晰嘅 AI 嘅政策嘅時候，究竟佢第一步應該點做啦？同埋佢點樣提醒啲員工喺用 AI 一啲工具嘅時候要加倍小心呢？呢個又係好好嘅問題啊！喺公司層面咧，其實大家如果能夠好好利用 AI 咧，係可以提升好多工作效率嘅。個人方面亦都係嘅。我哋見到一個研究就話咧，如果一個同事佢能夠用得好 AI 嘅話咧，其實咧佢相比佢嘅同行咧，佢可以有更加高嘅收入喎，甚至多50%以上嘅收入。咁當然啦，呢個就唔係咁簡單咧，就係問 AI 一啲問題嘅。其實咧就要將人類好獨有嘅能力咧，同 AI 緊密結合。舉個例子啦，情商啦、創意啦、身體嘅靈活啦，同埋咧一啲道德判斷力同埋一啲責任感，同 AI 緊密結合嘅咧，就可以做到頭先講嘅事啦。至於喺工作期間啦，尤其是喺企業方面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可以有3個步驟。舉個例子咧，制定一啲內部 AI 使用政策，有一啲敏感嘅資料咧，舉個例子，客戶嘅信息啊、個人嘅信息啊，一定唔可以擺出去嘅。第二部分咧就係一啲培訓同埋提醒啦。培訓除咗培訓員工之外咧，亦都要提醒佢哋咧要複核再複核自己嘅AI 生成嘅結果係咪真係合乎用法啦？另外咧，如果有一啲事情真係不幸發生咗，點樣有一個上報嘅通報機制啦？最後咧就有一個風險評估嘅，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咧，可以參考下數字辦公室嘅香港生成式 AI 技術及應用指引，嗰度咧亦都可以做一個好好嘅起點㗎。